家好，嚟抽 PAD 啦，4石打到level 10，竟然要追隻，最好就嚟多隻呢一隻，好，就係咁簡單，要遲啲。一下先，標準動作3連擊，有啦，係啦，就超仙大隊，係咪啊？係咪你啊？威啊！好啦，咁就圓滿好多啦，成件事。咁咧，而家咧就要試下乘勝追擊啦。追多隻影山飛雄，係啦，單叉追多隻收工，影山飛雄。飛蟲，係，隔離，飛蟲，唔係呢啲。腳趾拉西，乜春嘢啊？第一隻喎，灰魚好，寶洞好出。又係你，我唔要撲波仔喎，不是他。好啦，倉都爆埋，就咁啦。